嗱，好啦，咁我哋咧點咧？我哋必須去正確去理解佛法或者佛陀所證得嘅呢種嘅宇宙嘅法則。嗱，呢種嘅宇宙法則咧，唔係釋迦牟尼佛發明而講出嚟啊！我發明一套嘢啦，嗱，你跟住做就得噶啦，係唔係發明？係發現證到呢個真理真實不虛。呢個法則係乜嘢咧？大家都聽慣經嘅人都知道啊。從世間嘅正見，嗱，世間正見，此有故彼有啊，此有就又因為呢樣嘢出現，所以有嗰樣嘢嘅出現。此生故，所以彼生。呢個生起上嚟，所嗰樣嘢生起。呢個係世間正見，同埋乜嘢咧？出世間嘅正見。此無故，所以彼無。因為我冇咁樣，冇煩惱，冇無明，冇執着，所以彼無，所以一切嘅苦難就冇啦。此滅故，所以彼滅啦。呢種嘅乜嘢運作？所以佛陀咧證得嘅真係咩？所以宇宙人生係指咩？呢個宇宙咧係一種運作，呢種運作唔係去發明，係個原來咁樣。人生點解會輪迴生死？係因為受呢兩個法則咧，或者規範嘅。所以因此你可以話呢種嘅運作，如果你明白咗之後，你可以先由遠離三惡道苦。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。我唔做呢樣嘢，所以呢樣嘢唔會產生；我做呢樣嘢，所以有呢樣嘢產生。所以首先我哋遠離三惡道苦，就係諸惡莫作。OK， 如果我要快樂咧，眾善奉行，此有故彼有。OK， 咁樣因此咧，你可以先離三惡道苦啦，然後進一步嘗試咧遠離不盡不實咁咩人天嘅快樂。一般宗教或者一般嘅世間人咧，覺得升天係最快樂同埋最究竟。以佛家眼光嚟講咧，升天都唔係最後嘅快樂，係都係有時間嘅限定嘅。咁啊，最後先至係乜嘢咧？遠離呢個三惡道咧，做人嘅快樂咧，天人嘅快樂咧，最後先正式嘅咩啊？完成究竟嘅大樂，我哋佛家叫大快樂。一係唔得，一得咗之後，永遠嘅快樂，就唔會咧暫時好似人類啊或者天人咧有時間限制。咁好啦，呢種苦同樂受咧，頭先講係乜嘢？眾善奉行，諸惡莫作，所以係由善惡業咧嘅因啊所規範嘅果報嚟嘅。因此咧，呢個業咧稱為叫咩啊？順樂受業，或者叫順苦受業啦。但係咧，由於我哋每一個人我哋每一個人嘅思想唔同啦，所以我哋嘅發心即係做嘢，我想點做，我想點做呢種發心，大家咧都係有所謂純正偏差嘅不同。即係你講大家都做善事，但係善事之中，大家都有唔同嘅出發點嘅。OK， 咁嘅意思係咩？純正偏差不同。當然啊，你嘅行為咧，又隨住呢個心嘅純正偏差不同咧，有多少唔同。咁啊，因此咧，你所得到嘅開心嘅效應，或者福報嘅效應，或者快樂嘅效應，嗰種反應嘅程度咧，大家又唔同啦。咁啊，因此呢種嘅法則咧，時時刻刻都係規範咗我哋嘅生命。所以有啲人咧，少少快樂，少少嘅快樂嘅嘢咧，好開心啦。但係有啲人咧，好快樂都唔覺得快樂咁有啲人咧，喺個時時嘅心境咧，都係開朗寬容嘅。但係有啲人咧，唔知點解係好有錢都唔開心，個樣望落去咧，點解你咁有錢都唔開心啫？如果我係你，我已經好開心噶啦。
原來就係因為個人嗰個乜嘢呢？思想嘅寬容又不同啦。所以因此啊，由於呢種嘅法則啊，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啊，規範我哋嘅生命，個人嘅命運都唔同，每一個人嘅八字唔同，每一個人嘅遭遇都唔同，所以咧，世間人都會講一句乜嘢呢？同人不同命啊，同症唔同乜嘢啊？唔同病。譬如話就係講人嗰個福報、享樂等等，大家都人啊嘛。點解有啲人咁有福？點解有啲人咁靚？點解嗰啲人咁聰明？點解嗰啲人啊又乜又乜？我講阿媽，你係咪喺發緊牢騷啫？一個人呢，即係唔開心啊，發牢騷啊，係咪啊？咁啊，佢就講啊，即係大家都係人，但係咧，大家嘅命運都唔同，就係因為點解咧？就係有呢種嘅法則規範我哋，此有故彼有，所以大家要知道，諸惡莫作，此有故彼有；忠善奉行，此有故彼有。OK， 呢個佛法咧，但係佛法咧講啊，頭先我哋提咗咧，就叫個世界講我哋死咗之後有冇地方去啊？有極樂世界，東南西北都有地淨土，睇你中意啊，你選邊個淨土，你去邊度啦咁樣樣。咁啊呢個咧佛法除咗提出我哋死後呢個淨土，但係咧亦都有關呢個快樂嘅程度咧，亦都係有提出幾個範疇嘅。頭先講啦，有幾個範疇，1、2、3、4，有5種嘅範疇。第一講下啦，頭先講到咩啊？人世間嘅咩啊？樂土，人間有人間樂土，你唔好話嗱，你係中東喺度打緊仗啊，中東打緊仗，有啲地方咧立亂。咁啊，如是者咧，有啲冇打仗喎，但係經濟非常之差。嗱，有啲地方冇打仗嘅，係經濟非常之差，你都唔會想移民去嗰度。咁好啦，所以因此咧，有啲人會移民去嗰啲乜嘢啊？比較富庶嘅地方。你會唔會移民去中東啊？唔會啦嘛。你會唔會移民去非洲啊？亦都唔會啦。你會唔會移民去仲有邊度咧嚇？諗唔諗到啊？有啲地方你唔想去嘅。啊，有啲人一個人問過我啊，有一個人問過我啊，法師你係佛教徒。你咧，如果假設你要移民啊，你會唔會移民去泰國？泰國好唔好啊？泰國好唔好啫？泰國點解唔好啊？佛教國家嚟嘅，你知唔知啊？咁佢就話啦，你哋係佛教徒，你會唔會移民去嗰啲佛教嘅地方？點解你要走去加拿大？點解你要走去美國咧？我聽咗之後諗下，好咧，如果第日我要移民，我去泰國先咧。係個意思講話，佛教徒點解唔去翻自己佛教徒嘅地方？點解要去翻嗰啲基督教嘅地方？咁嘅意思 ，OK？ 咁我講考慮下，如果我真係移民，我試下去泰國先咧。不過要睇下佢收唔收我先。要錢噶嘛移民，你知嘛？嗱好啦，台灣都得嘅喎，台灣都好似可以嘅喎，唔係好多錢嘅嗬，使唔使好多錢啊？好少錢嘅係嘛？哦，你梗係有錢啊！你話好少錢。咁嗱，佛教咧亦提出咩啊？人間淨土，即係人間嘅樂土。咁啊，我哋佛經咧叫呢種人間淨土叫外樂，外樂即係意思乜嘢？外即係客觀嘅，即係環境嘅快樂，即係追求咩啊？色聲香味嘅國土，樣樣好舒服啊，有花花草草啊，經濟又好啊，乜嘢都好啊，嗰個樂土。咁好啦，呢個係指咩啊？我哋眼耳鼻舌身意所見到嘅咩咧？呢個環境係好嘅，咁樣樣咧，呢個咧就我哋叫做外在嘅樂土啦。咁你外在樂土唔使講啦，梗係修乜嘢咧？頭先我此有故彼有咁啊，呢個就咩啊？諸惡莫作，就係修5種善行，不殺盜淫妄，包括咩？當然不飲酒啦。
咁啊，因此咧，呢個係佛教同埋一般世間嘅賢者啊，賢者即係嗰啲即係哲學家啊等等啊提倡嘅。但係呢種五欲樂啊個快樂，頭先講過啦，可唔可以永恆存在？你要不斷去咩？不斷去追求先會有嘅。而且咧，我哋人嘅壽命，不過我俾極你啊100歲。如果你食到100歲，人哋話你咩？話你相當犀利嘅咯喎。但係咧，以科學家嚟講啊，係話他朝啊過咗20年或者30年啊，佢話我哋人類啊可以食到150歲。咁啊幾時退休啊？150歲當然唔可以60歲退休啦，咁冇得享受噶嘛。咁你係咪要食到？如果150歲啊，你係咪要做到120歲咧？唔係先得個吉字，係咪得個吉啦？所以因此咧，在佛家嚟講啊，人間嘅快樂，除咗時間短、壽命短，仲有咩？分分鐘個苦孖兄弟啊，個孖兄弟個苦咧，跟住喺旁邊，一個唔小心就嚟啦，代替乜嘢？樂受。有啲去旅行咧，頭先提到啦，旅行啦，遇到車禍啦，本來好快樂去旅行嘅，遇到車禍啦。有啲咧個安樂窩咧，俾有機會係俾乜嘢咧？水火災所咩啊？沖走啦、燒毀啦等等啦嚇，好似加州啊嗰啲好靚嘅屋啊，俾屋燒毀啦。OK，咁呢啲咧人嘅世間嘅樂咧，在佛家眼光唔值得我哋咧係留戀。第一就係人世間樂，另一個咧天樂都係屬於外樂。不過啲外樂咧之中咧係個福報咧就大過我哋人類。咁啊，大過人類當然咧修十善啊，就講啊消極啊，即係講啊不殺盜淫妄咧。比講如果身體嘅行為之中啊，不殺盜同埋乜邪淫咧，係消極啊，唔做呢個咩呢個惡嘅身業。仲有咧，要積極多啲做善事，例仲有口嘅善，唔妄語啦，唔兩舌啦，唔惡口啦，不綺語啦，唔消極啊，唔作惡嘅口業。嗱，你知唔知有啲人咧一嬲起上嚟啊，係可以咒人嘅，你知唔知啊？咒得好肉酸添啊，好得人驚添啊！你話佛教徒會唔會咒人啊？佛教徒唔應該咒人，仲更加唔應該咒人咧。但係世間上好多你睇嗰啲橋底嗰啲人咧，你有冇睇嗰啲橋底嗰啲？一日咧經過嗰度睇佢打人，打嗰啲小人咧，咒得好惡毒嘅，你知嘛？仲好衰唔衰咧？嗰個咩？個觀音菩薩喺隔離，觀音菩薩會幫你咒人嘅咩？觀音菩薩唔會幫你咒人，只有大慈大悲甘露遍灑，係咪？邊度會咒人咧？咁你拜觀音菩薩咪侮辱咗觀音菩薩嗰個大慈大悲嘅精神咧？所以因此咧，呢個惡口啊，在佛家嚟講不應當作，係嘅，要消極啊，唔好做。就算你幾多好似我哋佛教徒，你點嬲都好，點嬲個人，你都唔應該作口業。最多祝福，等你第日咧，最多講話。下一世唔好再碰到你，算最惡啦啩？係咪最惡啊？我下世都唔見到你啊！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，係咪？就唔好咧咒人哋。係啊，有陣時咧煩惱嘅時候咧，人與人之間係好多問題嘅。OK， 咁好啦，咁啊不但不說惡口咧，我哋啊就要講好説話啦嚇。好啦，身口仲有心善或者叫意善。意善咧當然係離貪嗔痴啦，不但消極唔貪唔嗔唔痴啦，我哋仲要好積極懂得去布施，懂得去關愛人啦，懂得乜嘢咧？我哋嘅思想啊，時時放正能量，諗好嘢，冇咧碰咗啲咩事㗎，我又要想死，我要乜死？嗱，有啲好奇怪嘅喎。一碰到少少事唔如意嘅話，就想死嘅。你先至係咁講嘢唔好㗎。在佛家嚟講啊，講得太多咧，呢個叫口業嚟㗎嘛。
會應驗嘅，你知唔知啊？你信唔信㗎？千祈唔好我做碰到少少事啊，唔開心就想死，想生想死，呢啲 no good 嘅，係真係唔好嘅。你應該話啊，呢個係我業啫，啊業過咗啊，惡業過咗咧就冇事㗎啦，明天會更好，係咪好啊？梗係好啦，你有修行㗎嘛？啊，頭先講咩啊？眾善奉行，一定會明天更好。明天更好，我知講咩啊？今世、下世、未來世，一定要信乜嘢咧？佛家講係因果。如果你呢個係世間嘅咩因果嘅正見，即係世間正見，一定要信。咁啊，因此咧，你可以話啊，身口意要清淨。呢個咧就佛教同埋一般世間都會講到嘅咩啊？呢種嘅哲理嘅。咁啊，人間嘅五欲樂。如果我哋咁比下人間同埋天人，頭先講啦，咁五欲樂當然啦，天上同地下，我哋人類啊，我哋啊望上天啊，我哋啊差好遠，望塵莫及啊，差天拱地。有乜差天拱地咧？你舉例，即係我哋有所謂六欲天，大家聽唔聽過有六欲天啊？除咗人類之外，最高級過我哋嘅，佢哋修十善，我哋係修五戒、持五戒。嗰持五戒嘅上品，有上中下品。你上品嘅咧，你大富大貴，個樣又靚啊，想愛乜呼風喚雨啊，做主倫聖王啊，咁等等呢啲。唔係咧，就大商家啊，或者大科學家啊，等等呢啲，就係講個福報嘅問題。咁啊，如果你咁啊上中下品，咁天人一樣有上中下品嘅。咁啊，要睇你持幾多戒比較清淨咧。咁啊，天人啊，四天王天、忉利天、夜摩天、兜率天，一路上去咧，佢個福報都唔同嘅。咁如果有時間咧，我哋介紹下。例如講，我哋人類之外，跟住咧第一個天最低層嘅天，或者叫地上天，就係根據印度人講咧。就係喜馬拉雅山嘅半腰啊，喜馬拉雅山嘅半腰東南西北就有四天王。咁啊，呢個四天王咧，佢都係在人嘅時候咧，係修上品嘅咩十善所得到，所以去寫報嘅時候嚟生天就係上品。天王天咧係點樣樣咧？係就係不殺生啦，佢好注重不殺生，在做人嘅時候好注重不殺生。其他或者係就冇咁緊張啊，所以咧係以不殺生為增上功德。增上功德即係係不殺生嗰個力量好細心，坐喺度咧睇有冇蟻啊，有冇蟲啊先坐落去啊，咁等等嘅。燒柴嘅時候咧，燉下嗰支柴，睇下有冇蟻黐住喺度啊，唔好燒死嗰隻蟻啊，先將嗰支柴咧放入去燒。咁呢個咧就不殺生嘅，即係好細微嘅。咁啊，或者一夜咧係持齋戒，因此當佢寫報嘅時候係升天啦。佢天生有幾高大，你知唔知啊？150丈。我而家同你幾多啊？高極咪7尺，姚明咪只係7尺係嘛？有美國佬嚟最多9尺，有冇9尺咁高啊？好似冇啩，最多7尺幾8尺啦嚇。咁好啦，但係天人啊，嗱，第一層天啊，咁低層天啊，已經係150丈，一丈等於幾多尺啊？9尺，150丈即係幾多尺啊？高大穩，我睇要咁睇嘢。咁好啦，咁話佢嘅壽命點樣樣咧？以人間嚟計咧，我哋嘅50年，即係人類嘅50年，即係半世啦嚇。50年等於呢個四天王天嘅1日1夜。嗱，我哋嘅半世等於1日1夜，享受嘅福樂咧就500歲，天人嘅500歲。咁天人500歲咧就乘呢個乜嘢咧？乘呢個50年。OK， 即係自計人間嚟講咧，其實900萬年咁長，即係人間啊嚇，佢嘅壽命900萬年。你中唔中意咁長壽啊？中唔中意啊？
唔中意？天人日日開心，日日開心嘅喎，900萬年喎，你唔中意？嗱好啦，900萬年梗係唔同我哋咧，佢嘅身體啊嚇，唔同我哋嘅呢個身體嘅，佢嘅身體比我哋好好多嘅。咁佢但係咧呢啲天人咧，佢未必食盡啊900萬年嘅，佢亦都好似我哋人咁咧，亦都有咩呀？中途乜嘢咧？死亡嘅。OK， 同我哋人一樣有中途嘅，咁死時一樣有五衰相出現。五衰相即係講啊，睇得出去呢個天人咧就嚟命不久矣啦。花冠咧就萎縮，佢個身體咧有流汗、出臭味，跟住嗰啲天女咧就離開去，跟住咧坐去嗰個座椅，唔係我哋咁細隻嘅座椅嚇，坐喺個天人個座位咧就開始點樣咧，亦都係變樣啦。等等啦，甚大苦惱啊！話佢甚大苦惱，即係意思乜嘢咧？你係越係有福報大，你越福報越大咧，你越難捨。咁啊，如是者咧，佢話當佢要捨報嘅時候，佢知道自己就嚟個天人都冇得做啦。佢係睇到自己墮落喺邊度，或者做人，或者唔一定做人。所以因此係非常之煩惱苦惱，所以越有錢越唔捨得放下，越有權力嘅人越唔捨得放下個權，一樣天人一樣。呢個四天王天。第二啦，忉利天。忉利天咧，我哋平時講33天，你睇啲粵語殘片啊。如果尋日咪講33天嘅，嗰啲如來神掌嗰啲咧，封神榜又講到33天啊，就講呢個忉利天。咁又一樣係咩？修呢個乜嘢啊？眾善奉行諸惡莫作。所以咧係修咩？上品嘅咩？十善戒。所以因此佢點樣咧？一樣係個天身有幾長啊？一樣係150丈咁高大。咁啊，佢個壽命比四天王天仲要長咯喎！而人間啊，點樣咧？100年，我哋人間100年啦嚇，等於佢嘅一日一夜。OK， 咁啊，享受佢嘅天福有幾多咧？1000歲，1000年啦，1000年。而且咧，合我哋人間嘅歲數嚟講咧，佢哋嘅壽命就係3600萬年。哇！咁耐啊！我喺度諗下點樣？哇！即是咩啊？有排玩，係咪有排玩啊？但係一樣同四天王天一樣，中途亦都會咩啊？會死亡嘅。嗱，四天王天、忉利天，第三天係咩？夜摩天。夜摩天又叫做善時天，善即係善惡嘅善，時間嘅善。善時天，點解叫善時天呢？佢以蓮花個開合嚟去知道，哦，而家係日頭，哦，而家係夜晚，以蓮花嚟咁啊代表晝夜嘅。一樣係呢個咩十善啦，佢咧一樣係咩啊？佢仲高，佢嘅身材仲高，225丈咁高，即係高過咩啊？忉利天同埋四天王天。以人間嘅歲數嚟講啊，我哋嘅200歲就等於佢嘅一日一夜，中唔中意啊？享受天樂咧2000年，哇！我哋夢都未夢過啊！我哋係咪夢都未夢過咧？你話咁長壽啊？哇！我哋好短命啊！唔係啊，外國100歲都 OK 啊！嗱，你嘅100歲，我哋人類嘅100歲，在天人嚟講咧，就好似乜嘢咧？好似落雨天啊，嗰啲白翼啊，或者嗰啲蜻蜓啊，落雨嗰啲蜻蜓咪飛出嚟咧，啲白翼飛出嚟啊，嗰晚係1晚啫，跟住咧第日死咗噶啦。在天人嚟睇我哋嘅壽命就好似佢啲白翼像蜻蜓咁短。我哋睇啲蜻蜓同白翼，哇咁短，佢就覺得我哋好長啊！就咗咧
在嗰啲福報大嘅天人就係顯得好可憐嘅。好啦，第四天啊，叫兜率天。咁啊，兜率天咧有陣時叫做知足天嘅意思咩？對呢個五欲境知止而足嘅，即係唔會過分太過享受呢啲五欲樂，知足啊夠就得噶啦。亦都係十善啦，十善界啦。佢嘅身長幾多咧？300丈。以人間嘅就400年為一晝夜。嗱，我哋人間嘅400年等於係一晝一夜。OK， 享受嘅天福係4000年。好啦，仲有第5啦，化樂天。咁啊，呢個化樂天就第5層天嘅。咁佢咧一樣啊，但係第5層天係有多少唔同？除咗十善業之外咧，佢仲兼修多少乜嘢咧？禪定。但係呢個禪定咧就唔係初禪嗰個禪定，係咩？未到定地。咁未到定地嘅話咧，如果假設以我哋九住心嚟講咧，佢大約係乜嘢咧？第7住、第6住嘅啫，就未到定地嘅。咁佢咧當然咁啊，所以福報大啲啦。身長咧375丈，人間嘅800年，等於係一日一夜。佢嘅天壽有幾多咧？8000年啦。OK， 最後個天就叫他化自在天。咁啊，他化自在天一樣係修十善啦，又係修多少禪定啦。咁啊，身長幾多咧？450丈，人間嘅1600年咧，等於一晝一夜啦嚇。享受嘅天福咧係16000年。哇，長到，即係我哋諗都唔好諗，諗都唔好諗。咁好簡單啫喎。咁你咧修十善，嗱你而家你開始修啊！我假設嚟講啊，我而家開始修。本來我持咗5戒噶啦，我最多5條戒，你就修十善戒。咁你有呢個十善戒之後咧，諸惡莫作啦，跟住你就眾善奉行啦。我哋他朝往生嘅時候，必生天界。嗱，當然係世間人啊，好似印度嗰啲96派嘅外道，或者係婆羅門教嗰啲婆羅門教啊、拜火教啊、聖倫派啊、素倫派啊，佢哋嘅目標係咩啊？就係生天嘅。所以因此咧，佢哋好開心啊！哇，咁長時間差唔多是涅槃境界咁喎。咁在佢嚟講是涅槃境界。當然在佛家嚟講呢種咧唔係涅槃境界，即係講話呢個享樂嘅時間長到你都好難點樣計出嚟，唔知幾多個零啊！如果我哋人間嚟計，唔知佢個零幾多，你個零頭喺度嘅。